嚟到巴生咧，點解可以唔食肉骨茶咧？嗱，呢間叫做直落玻璃花生肉骨茶，呢個超正，我都係聽人哋講嘅，未嚟過。一陣就嚟試試，睇下幾多人。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， 排隊啊，等定有得食。嚟啦！呢套豬皮、豆腐卜、蒜腳，呢個咩海參啊？海參啊！肉骨茶、乾肉骨茶、湯肉骨茶。食飽飽。呢個係豬腳，呢個係海參，海參啊，海參炒飯，海參炒麵啊。這是乾的，這是濕的，有湯的。有湯的，它叫濕的。這個追的就叫乾的。然後，它當然都是黑的啊，這不是白湯。之後咧，你千祈唔好同馬來西亞人、華人，你同佢講，新加坡嘅肉骨茶比馬來西亞好食。如果你咁講，你好大鑊。咁，因為咧新加坡嘅做法係白湯，佢嗰個用嗰個蒜頭排骨啦。大龍骨啦，用嗰個蒜頭嚟整嘅。但你千祈唔好講，唔好同一個馬來西亞人講話，我去新加坡食嗰啲肉骨茶，可能仲好食，仲正宗，咁啊慘啦，你好大鑊。食完肉骨茶咧，就喺隔離，大概係50米到50米到，過嚟呢邊咧有一個巴生小食館，你睇喂，排隊買包買粽，好多靚嘢食啊！排隊，我哋舊時喺大陸咧就話智商稅排隊智商稅，其實唔係啊，你睇下，人民群眾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，但人民群眾那個胃口呢，一定是明明白白的。着紅衫嗰個司機喺度幫你嗌緊啊！打波翻去，我屋企就早餐食啦，係嘛？朝早一起床攞2個包1個粽，叮有食。